主后2023年3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盼见囝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马太福音18章第19、14节。迄时，门徒来问耶稣：伫天国什么人上大？耶稣叫一个囡仔来，互伊徛伫因中间，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你若无改变，变做亲像囡仔，绝对袂当入天国。所以，人家己谦卑，亲像即个囡仔，这人伫天国就是上大。无论什么人为了我的名接纳即个囡仔，就是接纳我。无论什么人，互信我的人中间微小的一个犯罪，宁可互人用大石磨拔伫颔棍，添落深海。这个世间惨啊！因为有互人跋倒犯罪，互人犯罪的事一定有，毋过引起人犯罪人惨啊！你的一只手，也是一只骹，若互你犯罪，就甲伊站起来，顶迄角。宁可一骹一手入永远窝，比双骹双手好好互人迄落永远的火较好。你目睭若互你犯罪，就甲伊压出来，顶迄角。宁可减一蕊目睭入永远窝，比两蕊目睭好好互人迄落火得倒的地狱较好。恁着谨慎，毋通看轻这个微小的人中间的一个。我甲恁讲，因的天使伫天顶时常得见我的天父的面。恁想啥款？有一个人有100只羊，其中一只失迷，伊竟袂将99只放伫山顶去找迄只失迷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伊若找到迄只失迷的羊，一定真欢喜，比有99只无失迷搁较欢喜。相款，恁的天父毋甘这个微小的人的一个灭亡以上。上帝盼见囝。耶稣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无改变，变做亲像囡仔，绝对袂当入天国。所以，人家己谦卑，亲像即个囡仔，这人伫天国就是上大。回转甲变成亲像囡仔，对马太来讲有相款的意义。这是互人放杀世界的标准甲价值观，活转到上帝的价值观。伫无上帝的世界，人甲人之间会自然以强凌辱，好野较赢过善车，男比女贵重，大人较重过囡仔等等。什么是回转？就是弃杀人的价值观，变成亲像囡仔，专心仰赖，相信父母同款，全然信靠主，甘愿顺服，点低无点悬。简单讲，耶稣爱人，甘愿做囡仔。接续耶稣讲话的对象，毋尔指囡仔，搁较指向拄呾决定跟对伊的人。因特别容易受诱惑，背离信仰，因为安尼耶稣讲：无论什么人，互信我的人中间微小的一个犯罪，宁可互人用大石磨拔伫颔棍，添落深海。耶稣警告咱爱自律，一再放纵家己，接受逐种诱惑的下场，就是离杀伊。
上帝话甲咱讲，伫教会中，无论谁是偌软弱、偌受边缘化，拢袂当看轻伊。谁会甲99只顺服的羊放伫山顶去找迄只任性顾家己、走叛逆的羊？也只有像安尼在意迷失羊仔的牧羊人，才会亲像上帝迄位关心每一位迷途儿女的上主。上主毋愿意失落世界中任何一个。1895年年底，3位幼少年的英国宣教师梅干姆牧师、兰代必医师甲念德烈牧师来到台南府城。念牧师留伫府城，梅牧师甲兰医师受派伫彰化。梅牧师前后报道，兰医师医术高明，两人伫中部的配搭就亲像菲律之文和路加之文配甲拄好。梅干姆甲长隆时来台湾宣教师的上大无共款，就是伊甲台湾人做伙啉食，坐车坐山顶座，穿共款的衫。因为安尼，伊的英国同工甲梅林牧师笑伊是一个英国乞者，这个外号。梅牧师的宣教主张是用报道做优先的宣教策略。在当时，伊每礼拜差不多拢会去庄脚报道3、4天，通常是去到人群聚集的庙埕，也是市场，了后口罗也是分苏格兰合角，引起人的注目。接续伊的大法，上帝盼见囝。因为过去台湾庄头人际关系密切，因为安尼老人厝年的囡仔惊盼见去，全村的人会做伙去找。梅牧师照着即种同情同感的心理，引发人的好奇，把握机会传福音。上帝疼咱，毋愿咱失落。伊亲自落来敲找失迷之子，你愿意互伊找到无？默想，我捌是失丧的细囝是无？我愿意为主找回失丧的细囝无？我捌是失丧的细囝是无？我愿意为主找回失丧的细囝无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互我亲像囡仔共款，全然仰赖你，有受教的心，甘愿顺服伫你的疼内面，互我有敏锐的心，明白你呼召我找回失丧之子，互因活转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帮助我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